嘅一隻窗差唔多10年冇開過，係咪反而最安全？實冇事啦。錯，大錯特錯。今日陽光仔嚟到何文田爵士花園，就同大家拆解屋企2大鋁窗隱形炸彈。我哋今次換18隻窗嘅配件更換，同埋10幅窗嘅防漏工程。長期唔開，窗架同埋拉釘反而最容易積聚鹽分同埋濕氣，神不知鬼不覺咁樣生鏽。加上舊膠邊融化，隻窗同個框已經融為一體。萬一突然間心血來潮大力一推，卡死咗嘅生鏽窗架就會啪一聲直接斷裂，成隻窗當場飛落街。我哋會全套更換304不鏽鋼窗架，換走生鏽舊架，令推拉順滑如絲，抵禦強風能力 max， 然後更換全新手掣，唔使再用死力擰，打風吹襲都冇有怕啦。再更換防水隔音 TPV 膠條，徹底換走一扯就碎嘅舊膠。有業主覺得外牆夾通爆開咗，反正室內又未見漏水，由得佢啦。咁就大件事啦，夾通一爆開，雨水會直接灌入窗框內部，水氣慢慢滲入石屎，會令到鋼筋生鏽膨脹，最後導致爆石屎㗎。我哋會徹底鏟走舊有嘅防水層，再重新逼上1半至2寸嘅新防水層，最後塗上透明防漏膜，真正做到滴水不漏。預防勝於治療啊嘛！即刻 DM 我哋，或者喺下面留言預約免費上門驗窗啦！我哋提供免費3年嘅保養，投保3000萬嘅第三者保險，不外判保證安全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